把我海谷给破了。也行吧，主要是前3个兵安全吃到就行。你想压我还是想压我？我显然不能给他压。补到前3个刀就行，不该补的刀就不补，补这个刀要被打很多血，不补假装要补，其实我不补这个刀，两级了。天青色的烟雨，而我在等你，炊烟渺渺升起。这就是一级学 Q 的坏处了，学 E 其实不怕被他这些黏住的。这海谷好了，可以上去。反方向走就行。其实换血不亏的，亏吗？其实不亏的。有一级学 Q 有点亏，其他的其实是不亏的。断线给他断好。还行吧，就差了3刀，其实还好的。这没买装备打了个河蟹啊！够贪的呀，这家伙！我们走上线，这样能省个 TP。又看到什么东西了？还行，这皮肤我感觉用的还不错的。还是要亏线，你这样越晚走其实越亏的。这节奏还是猛的呀！线一卡我再踢出来，看起来这样，其实他这样玩是很不理智的。我踢出来这线还是能控在塔下的。补刀我是打，3中球不能用，他买的鞋子不假，他要直接出不假鞋吗？线卡住，补刀我已经压了他快10刀了，慢慢玩就好。让他 A 兵啊，让他 A 兵，他要打我也是可以打的。不打没办法，其实最好是让他这个线别过去，卡在塔下是最舒服，这线要过去，这个不 A 兵没办法，最好是让他 A 不 A，
A 那就没办法，哎呀。炊烟渺渺升起，隔千山万里。宰上怎么了？他是回头躲我的 QR 段，要吃果子给他吃吧。他吃果子会漏2个兵，这样我先到7级，拦不住我。就算我去追过去，他还是能吃到这个果子，没区别。哎，有没有一种可能武器去中路了？没有。想重锤我，哎，不给锤，啊！3段捏手里，他也不敢直接跳上来的，他跳上来我3段直接往后拉开，他也粘不住我打，他带致命节奏，你就避免跟他战撸到底，5打我们就骚扰他。往这边 QE， 在3段 Q， 对不对？不对，怎么说？不要跟他战撸，这个兵线我们又能控线，所以摆明告诉你我要控线，怎么办？要跳我，跳，跳，伤害不够的，想杀我，来，有打野你知道吧？没打野干。我打野来了，我操，很烦。本来这个线他已经拿我没办法了。我回家这个炮车吃不到啊，算了，这炮车还是很有必要要吃一下。这武器好像回城了，应该是回城。吃了吧，吃了，大不了被控多线。稳健的话就出布甲鞋，但是对面是个 AP， 他出布甲鞋了，那我们也跟上吧。主要移速不能太低了，移速低了，这武器大师要追着我 A 呀，不能给他追着 A。我等级压了他一点。补刀也压了一点，补刀还压挺多的。哎呦，这艾克来2波了，虽然没有抓到我，但是干扰到我了，还是比较烦人的。跳上来就一走就行。他们艾克在打先锋啊，把线放过来，不要惹是生非啊！现在。不能追着我 A， 其实没有太大的威胁的。但是有犬要来上路了。这艾克还是挺好越稳。没办法，
追不上，不给机会就好，尽力了。这是艾克第3波抓伤，虽然说强者就是要被针对，但是我也希望队友能管一下我啊。虽然强者被针对是应该的。 可是我对线其实优势很大，我都压了他25刀了。这个比艾克一直搞我呀，下路一台炸了，那没有用的东西啊，玩不了就点了。他妈艾克又在上路是吧？中路没人，下路没人，你老吃了没事干抓我干什么？啊！好家伙，好像又在上路。哦，不在。哎呦！哎呦！把我的链子给扭掉了。我手上路去了，把我的链子给扭掉了。这不打不过他了，我没有药了，我刷了个野怪。我操，艾克！哦，艾克！快快快快！可以，飞就行，等下个 Q 3跑不掉了。哦，小起飞啊，这波！打得漂亮，猴子！一棍子直接把艾克给做掉了。帅！我操，把我们 AD 给单杀了。武器不来，我也不会来的，你们看着办吧。身份啦！我不踢呀，你不踢我不踢。队友那边肯定是能打过的，能打过有个锤子，好像打不过。这能打吗？我也踢了。这血量。算了，我靠一波吧，没事干。
那来呗。打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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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人。对他使用 R。他妈去手下！哎，这龙没拿到，哎，龙拿到就舒服了。龙没拿到，其实这波是有点亏的。哎，亏死了，2条龙就好打很多了呀。拿到。线没带完，我得再带一波，先23级顺便。啊！喷火！喷火！喷火！输！杰斯魔切输出好高啊，差点把哥们给融了。龙王这几波发育起来了呀。冲击波！他们也打不了大龙，没事，有没有龙王的？卡车2件了没有？还没有2件。哎，等会儿。啊！结束！打了，没办法。你还敢回头？跟谁俩呢？这是我给凡人的礼物。把我当卡莎打是吧？啊！我不一刀把你腰子给扎了。嘎你腰子一刀。后期还不真不一定能赢啊！后期我们有龙王卡莎，对面厄斐琉斯加武器啊，我感觉龙王还是要更猛一点。虽然说对面后期也没有那么垃圾。
别急呀、我做的视野。我操，喷射！哼！太脆了，我差点被敲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这谁俩呢？武器？那个。完啦，龙王！哎呀，这武器的反击风暴好啦！他的反击风暴好了，我们两个1000块，我操，艾克回家帽子了。我一刀，我要是把武器能扎死，我这波无敌了。只要触发木刃的隐身，等一下我的 Q 技能，这波就操作了。杰斯叔叔也很高啊，艾克叔叔也很高，什么浪啊这波，感觉能回头反打的。主要我跟猴子跟我。这个平 A 都会被挡啊，那把武器给做掉，做掉就拿下了，做不掉了。你杀不掉他，这怎么可能杀得掉？你等我来，可能有机会。我操！我操猴！这你居然能把他单杀吗？真的假的？为什么？我感觉他杀不掉啊，艾克随便跑的，虽然可能打不过，这居然都能杀掉了。等龙吧，走了。买错了。直接打！我们去看这个艾克。
艾克应该死了。nice。我没有大招，有点弱呀。没事，我没有终结，一个杀两个也不亏了啊。艾克这个龙王直接一个天爆把那个艾克给炸死了。我没有魔抗啊，打我太痛了，应该再出个魔抗的。1000法强了，他带了那个风暴聚集是吧？怎么法强能1000呢？25层书帽子，应该带了那个风暴聚集，加这个一条火龙，跟着龙王打吧，跟着龙王哥混一下，我要去给他当保镖了。刀剑气，我直接隐身 ，Q1段 ，Q2段。一刀 W， 脆是真的脆，但是伤害也很高。脆确实有点脆，主要是这个魔法伤害太高了，他妈扛不住了。刀剑气，我一刀 Q1段，我一刀 Q2段，艾克上来吗？要不走了吧？走吧，移动不了。我走了哦。算了吧，兄弟，撤了。算了吧，一个3环就死了。冲刺，还冲吗？还冲我可以 TP。小 AD 敢带上，我看你是不知死活啊！啊，我一个大灭。一个剑气 Q1段，好的，我打不过他，技能空了。他有双招啊，这波打不过他。我 Q 技能消失了，他直接一个这个大招我的脸上，没打过兄弟。哇，猴子这个开的好啊！哇，这拽麻了！哇，猴子这都没死，一波了，有点丑陋呀！我应该等一下技能，不该硬追的。我是 W， 我操，牛逼呀！又锁住了。他带了那个，我操，还没死，又锁住了。别踢过来吧，他们 AD 还要出来的，我要杀他一波。我就开启我的大灭，一刀扎你腰子，我一刀扎你。还有一只啊，猴哥有点急了。其实我们可以再杀一会儿的，有龙王在，其实翻不了车的。